新闻的头一条来看，台中有一间公立国小附设幼稚园的女老师，实在让人真害头。有家长甲指控，讲伊咧创营养午餐予囡仔食的时阵，是安尼捏，害囡仔食袂饱，都是为着要甲村的饭菜包回去。这个老师互检举了后，食不满哦，故意甲囡仔的饭菜底甲甜。这个饭菜若是滴落涂骹，就叫囡仔爱捡起来食。是家长感觉真奇怪，哪会囡仔的喙不是咧破，带去予医生看，这个代志才来曝空。人本基金会讲，这个老师已经换过6间的幼稚园了，互投诉真侪届了。教育局应该正视这个问题。教育局讲，查证若是事实，相当会甲改评。一阵妈妈伫群组咧讨论，囡仔讲老师叫因捡涂骹物件来食，害囡仔的喙最近定破去，因质疑老师是想要报复。他在9月中的时候被厨妈反映说过度打包饭菜，10月的时候就恶意将小朋友的碗都添得很满，然后因为太满了，导致饭菜掉在地上，他就唆使小朋友捡起来。妈妈讲，因为这位老师真爱包物件回去食，造成囡仔食袂饱，互家长检举。可能因为安尼无欢喜，即马家长做伙联署爱这位老师离开。启动相关的调查，该怎么走，或者是我们会依照相关的办法去处理。校方回应，全班的家长拢有反映这位老师问题真多，目前老师请病假下校调查。不过学生的家长阁反映，这位老师的争议事件唔那一件，伊伫进前的一间公托幼稚园嘛，捌甲囡仔的脚打着伤。囡仔的肩胛有红红的空喙，头嘛着伤，脚被老师踩伤了，然后家长有带孩子去医院做检，因为那个事件，而小朋友又被老师剪头发跟剪指甲。家长讲，后来囡仔的父母有和这位老师签和解书，不过嘛造成真侪囡仔因为惊这位老师拢唔敢去上课。说他已经有换过3、4所学校了，对我们的幼儿伤害是非常的大。人本教育基金会讲，这位老师已经换6间幼稚园，教育局应该要正视问题，将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。教育局讲，已经请学校调查小组依法调查。若是查证了后是事实，会送到评会审议，要来听评这位老师，或者是要甲这位老师改评。